地方放上头来看，咱台湾有丰富的生态环境，而且是真侪岛礁的停靠站。台湾博物馆即摆有举办台湾岛礁展览，有小解来咱台湾的岛礁的种类。专家即摆就表示，岛礁因看到讲会清早去弄着大楼的玻璃，无细时去弄死，希望外界爱关心这个议题。伫台南7个地区，逐当拢会飞来台湾过冬的乌面腊杯，全球有6000多只，台湾嘛记录着超过3800多只，数量一当比一当较济。毋但乌面腊杯，台湾有将近700种的鸟类，其中有7成是岛礁。台湾博物馆最近就举办展览来了解台湾的岛礁。台湾会列为这个候鸟重要的一个国际站哈，我想应该很清楚代表台湾这块土地。其实它有很好的一个生态环境，以及很丰富的这个食物的资源。台博馆嘛表示，这摆阁有展出台湾真罕见的岛礁的标本，有1943年的白头鹤，1912年的高头鹰。这只秃鹫呢，是1912年的时阵在台湾发现的，是在台湾那个掠来做标本，非常罕有的一种候鸟。台博馆嘛指出讲，伫美国有种1只的鸟类因为弄着虫死亡，未来这嘛是保育的重点。高楼大厦的这个窗户造成的这个反射的影像，以及它的透明，造成鸟类无法去判断哈，然后撞到窗户而死。台博馆嘛讲，透过展览，互民众认识台湾鸟类生态的多样性，甲野鸟保育的重要。记者郑阿雪、谢桂林采访报道。